往后您快准备准备吧。大王今晚要来。是。可是大王今晚不是召芈月侍寝吗？哦，八子病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王要来，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。是，奴婢亲自去膳房，让他们备些鹿肉。鹿肉属纯阳之物，补脾益气，温肾壮阳，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。奴婢去准备了。大王，这鹿肉是照楚国的方子炮制的，您看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外面焦脆，里面鲜嫩，鲜美异常。怎么，还有些野山菌的回味？这鹿肉要先腌制再炮制，所以味入肌里。这野山菌是臣妾特意交代御厨，先将野山菌熬成汤汁，待肉炮制5成熟的时候，淋浇在这鹿肉上，所以才有这滋味。王后真是聪慧之人，一块鹿肉也能做出奇巧花样。臣妾愚钝，只是尽职而已。好了，寡人吃饱了。大王，臣妾近日重新开始打理后宫事务，好久不接手，都有些生疏了。再加上当儿才刚满月，臣妾想，要不让芈月帮臣妾料理几日？芈月的确聪明能干，不过眼下芈月正带人整理王后带来的陪嫁书简，哪里还有空闲？再说，后宫事宜均是王后分内，不行，让孟昭氏帮你吧。那就照大王的意思办。好了，不早了。大王今晚……芈月病了，寡人要去看看她，之后回承明殿打理政务。恭送大王。王后，姑姑有话就说吧。你留不住大王的人倒也罢了，怎的把手中主持后宫的大权也要随意送给他人？这权是我等想送就送得出去的吗？后宫的权给谁不给谁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。姑姑难道没看出来？我只是试试大王。大王方才的话，你也都听见了。夫人、姑姑，你们快看，好看吗？按照昨日夫人给我们出的主意，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在袋子里，做成这个小灯，在外面照路，挺管用的。果然是好。好是好，但这布袋是麻布做的，透光不好。你们等着，一会儿我用个薄薄的纱布给你们做个大大的纱袋，然后一起去荷塘边多捉些萤火虫，那才叫碧光莹莹呢。这主意不错呀，给寡人多做几个，送到承明殿去，让寡人也沾沾你的光。大王，免礼。大王，怎么有空来了？寡人听说你身子不适，特意来看看你。看你又能捉萤火虫，又能做纱袋，看来不是身子不适。仙儿慧儿，还不快去将新煎好的金银花水给大王端上来。是。大王恕罪，这2日
忽冷忽热的，月儿的确是常有头疼脑热的时候。你这点小把戏，哄得了别人，哄不了我。说实话，你是厌烦寡人，还是厌烦寡人的成名殿了？大王待月儿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我哪敢说厌烦二字？只是宫中的姐妹甚多，大王也该分些恩惠给她们。你呀，你一向率真，这话不像是芈月的话。谁教你的？啊？无人教我。前不久，你随孟莹去见过莹夫人，定是她的主意。唉，我这个姐姐样样都好，就是爱多管闲事。燕王派使节来提亲，你等如何见解？大王，燕国在6国之中属于平庸懦弱之国，国土面积不大，兵卒数量不及魏，车骑数量逊于赵，军粮储备也难望其之项背，而刀剑器械不及韩。燕国并无一技之长，与之联姻，与我秦国毫无益处。大王，大良造此言差矣。燕国的确国小势微，北有山戎侵扰，南有齐国虎视，但这也正是燕国一心要与我秦国结交的原因。若燕秦2国联姻，南可以联手抗齐，西可以牵制东胡，大大缓解我秦国的后顾之忧，既是举手之劳，又是明智之举，为什么不呢？张子之言甚是，秦国对外该实行远交近攻之策。那燕国距秦国千里之外，与秦国并无直接冲突，而东胡和齐国与秦国为敌多年，若能联燕抗齐，乃上上之策。看来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成明殿议亲。是。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呐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呐。